新一年，澳門早晨嘅多元精彩節目繼續為觀眾增添文藝氣息，過健康生活，透過了解社會大小事，助你運籌帷幄。澳門早晨逢星期一至六朝早8點鐘同大家見面，我哋各位主持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上有福，一馬當先，步步高升，馬到功成，笑口常開，恭喜恭喜！恭喜發財！今年係丙午馬年，馬係12生肖之一，象徵速度、耐力同青春活力。馬到成功一詞源於元代雜劇，義義軍隊一到戰場就立刻取勝。屬馬嘅人被認為性格開朗、積極進取。馬年咁多好嘢，我哋翠繁唐詩同人喺度祝大家駿馬奔騰，馬首是瞻，一馬當先，恭喜恭喜！新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財源廣進。祝大家招財進寶，心想事成。新一年祝大家福星高照，和氣生財。新嘅一年祝大家撈乜都掂，要乜有乜。祝大家投資買賣掂過碌蔗。每日財經同人祝大家馬到功成，金銀滿屋，恭喜恭喜！